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家國 Toby。我哋今日會睇一個新鴻基嘅精品一房單位，單位位於堅尼地城地鐵站附近，實用面積係298尺。我哋一齊望下呢個一房單位。由恆基、新鴻基會德豐合作發展嘅 Kennedy 38，喺2022年入伙，共提供341個單位。單位嘅實用面積係由207尺至到1000尺。今次睇嘅單位係中層，其實一打開門會見到一個長而方正嘅客廳，連接埋露台。客廳總長約4.2米，闊2.4米。行出去露台會見到一個好開揚嘅向南山景，非常之翠綠。業主放咗梳化同埋電視櫃，單位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。我哋望埋房間，房間闊2.3米，長2.6米。業主做咗入牆嘅櫃同埋床，3.5米嘅樓底令到間房更加闊落。最後睇埋洗手間，洗手間非常之企理乾淨。有興趣睇呢個單位，歡迎聯絡返我。